今年我哋迎嚟咗一個重要嘅里程碑 YPEN 10週年。YPEN 係由一間香港同亞洲嘅資深 IT 專業人士所創立，我哋提供頂尖嘅 IT 安全顧問服務、創新方案同埋專業支援。10年前，我決定同我哋伙伴一齊創業，希望創造一間透明嘅、有理想嘅香港 base 嘅 SI 公司。我呢10年間咧，經過幾個階段嘅。第一個階段係創業期啦，點樣開始我哋嘅 business 啦。今日第二階段係穩定期嘅。OK， 咁去到而家開始嘅時候，有幾位同事去到而家過咗100位同事啦。途中有個階段都要講講係 Covid 階段。嗰個階段我諗全香港都係一個特別嘅經歷嚟嘅。咁嗰段喺我哋好彩，亦都大家好努力之下渡過到嗰個難關，喺生存之中亦都有成長到嘅。疫情期間啦，咁有好多客戶都想 work from home， 而我嗰個嘅情況就係佢一個完全一個內部嘅環境啦。咁點樣可以提供到一個方案，從而令到佢哋可以解決到佢哋嘅問題咧？咁我就可以即係利用到公司嗰個嘅一啲嘅培訓啦，同埋加翻我一啲嘅諗法咧，從而就可以解決到一啲方案咁樣。咁所以我都係好多謝公司嘅栽培嘅。係，我喺公司已經5年啦，咁我主要負責一啲 technical 嘅 consultancy 啦，同埋一啲 project management 嘅工作嘅。有幸喺間公司嘅成長期嗰度加入咗公司啦，咁睇住每一件事，包括無論 technical 又好，或者一啲營運都好啦，咁係慢慢 build up， 慢慢壯大咁樣樣。無論個管理層啦、同事啦，佢哋嘅支持啦，我最大得就係喺呢度可以有一個好大膽嘅空間去發展自己，去不斷嘗試。咁呢個係我最寶貴嘅經驗嚟嘅。除咗一班資深同事同我一齊工作呢10年之外咧，仲有另外一班同事係新進同事嚟嘅。佢哋一出學堂就同我一齊去打拼呢間公司。當初由我眼中嘅一張白紙，一個 fresh grad，到而家經歷咗變咗一個 consultant， 變咗一個 manager， 變咗一間公司嘅棟樑。咁呢個係好欣慰嘅。喺呢個機會喺呢度，我想多謝我嘅同事啦、伙伴啦，喺10年一齊去努力去建立呢間公司，同埋經歷唔同嘅難關。我哋獲得香港政府 GITP 計劃認可，亦係 Dell OEM 嘅 Authorized Partner。YPEN 一直以卓越、創新同合作為核心，不斷前行。呢度係我哋嘅 Managed Security Service Centre（SOCIFY） 嘅工作環境，做翻7/24嘅 Security Monitoring 託管安全服務。我哋嘅服務包含咗唔同嘅資安同埋 IT 設備，收集日誌進行分析，提供結果報告俾客戶，威脅偵測同埋應對網絡事件嘅應變服務。我哋嘅工作唔淨止係應對啦，而係主動預防同埋引導。問題未發生嘅時候咧，咁我哋可以提醒客戶啦，同客戶一齊去幫手解決啦。我哋咧提供一個7/24嘅支援服務啦，咁亦都係包括係內部同埋外部嘅技術嘅支援。我哋同一時間提供一個 ITSM 嘅 operation， 提供一個高效能 IT 服務嘅管理同埋支援嘅。我哋 YPEN 團隊咧，主要提供 desk side support 啦、system maintenance、server storage support 等嘅服務啦。不論係硬件維修、軟件安裝、系統組裝、定期更新、修補漏洞、系統優化，我哋都會全力幫助客戶從前線做到核心。咁我就係負責做睇住個 network 同埋 security team 嗰邊嗰啲 project 啊、maintenance 啊，咁亦都會協助翻唔同 sales 嘅同事，咁就同佢做翻啲 pre-sales 嘅工作嘅。
我諗係其中有一次係做 project 啦，咁就需要去幫一個客戶手去做翻嗰啲 IP phone 嗰啲 replacement 啦。咁嗰次 project 咧就好大陣仗嘅，咁就全公司嘅同事都有幫手參與嘅嚇。咁喺一晚裏邊都差唔多通宵㗎啦，我哋做咗咁樣嚇，全公司同事咁樣。咁就我都體會到公司大家都上下都好有心，亦都充分參與咗呢個 project。我相信咧，一個強大嘅團隊咧，係要持續去溝通同埋培訓嘅。咁我哋會定期有啲交流啦，咁啊分享技術啦，做一啲實戰嘅練習啦。咁樣咧可以不斷提升整體嘅團隊嘅能力啦，同埋我哋會積極咧去吸收一啲新嘅人才。同時啦，我哋有本地嘅物流存倉啦，備有各式嘅 server storage 嘅設備啦，帶大家快由落單到出貨、維修、更換嘅整體流程。我哋會用翻我哋學習嘅態度啦，同埋我哋以老帶亂嘅經歷 experience 去迎接呢個挑戰，同埋去闖另一個高峰。下一個10年同未來嘅唔同嘅10年咧，都可以同 Y 頻繼續跑落去啦，同埋Y 頻可以繼續 keep 住佢嗰份勇氣同埋動力啦，咁啊陪我哋繼續跑落去未來更多嘅10年。展望將來，我哋會繼續探索 AI 技術，推動數碼轉型，為企業提供更智能、更安全嘅科技方案。多謝大家一路以嚟嘅支持，一齊迎接下一個精彩嘅10年。